继续来看大问题，伫新竹市的土地违建有新的进展。昨暗，这个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杜冠廷是3度发文章来炮轰着大问题，毋是讲昨要请这个怪手甲阿妈头敲掉，哪都无动静咧。今仔日甲大问题问讲，违规经营土地所收的租金，是毋是要管出来？大问题挂保证讲无问题。 透早，民众党新竹市党部主委李国忠过来到高文铁名下违规的农地无动工，也过总算找到厂商尴尬。厂商还要推估到底在国有底下是否还有其他的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废弃物。民进党中央早起集体开记者会，拢针对高文铁农地违建。杜冠廷真的一讲讲高文铁3大白出了，国也袂使讲的避免。在2008年。 当时还没有民众党，可是蓝白河就已经在发生。杜冠廷提出相片做比对，农地红砖遐农舍伫2010年招牌挂九鼎开发建设，延过到2023年招牌球啊正细地，九鼎建设到底是虾米单位？杜冠廷调查出九鼎建设的负责人叫5000元，号称新竹中卫大王，主导新竹上大关埔的中卫区。 另外，国民党这新竹县议长张振营嘛是九鼎大股东之一，搁做公司的监察人。新竹市长选举时，伊支持高虹安，无支持国民党。郭文铁是2008年处理这个农地停车场，嘛伫当年营业。杜冠廷讲，违法农地停车场开15年，敢若收租就超过2000万。该补所得税的要补，然后该捐出来没问题啦。反正这个对我来讲，钱我。 是啊，可是这个绿牌，我会捐出来，没问题。国民党讲的补税，卖乖乖管出来。新竹市政府表示讲，这个税务局有依规定对地主发税单，要扣地价税。若农地收租金牵涉的是国税部分，应该向国税局来申报。农地无做农业使用，嘛要求限期30天爱改善。若无食，会使依照区域计划罚6万到30万。民众党虽然已经大告示甲厂商去会勘，也毋过对手议员继续讲这点，爱国民党甲社会大众讲个清楚。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